大家好，我係小游。今集一機走天涯，主角係街頭最熟口熟面，但其實超有意思嘅動物鴿子。鴿子又叫做鴿鳥，喺世界各地幾乎都會見到，特別係喺公園、廣場、老城區，好多時都會成群結隊咁出現。佢哋唔怕人，慢慢行，有時仲會行到去你腳邊。其實鴿子同人類嘅關係係超深㗎。古埃及、古羅馬時代已經有用鴿子嚟傳信，和平嘅象徵。鴿子成日都會出現喺和平嘅海報、奧運開幕，仲有信鴿。以前戰爭時期都係靠佢哋去傳信呢個重要情報。佢哋方向感超強，識得飛幾百公里返到屋企。咁餵鴿究竟好唔好呢？好多人都鍾意喺公園餵鴿，但要注意喎，唔係咩食物都啱佢哋食㗎。麵包、餅乾可能會影響佢哋健康，而且太多人餵鴿仲會造成糞便問題，影響清潔。有啲地方好似台北、東京都已經貼出咗請勿餵鴿嘅告示。俾啲觀察貼士你啊！如果你見到鴿子用腳單腳咁企，代表佢哋喺度保持緊嘅體溫。有時會喺牆角或者屋頂咕咕咕，係佢哋嘅叫聲。每隻鴿嘅模式都唔同，有灰、白、斑點、紫藍、光澤，好有型㗎！你仲想我介紹邊款動物？留言話我知啦，下次我會帶埋部相機實地影俾你睇。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，下集一機走天涯再見啦！我哋一齊用鏡頭行世界。